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6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有议会多位议员提案的太阳能供电审查驻地条款，伫日前通过议会一读会以后，引起台南沿海居民高度的关切。上午有100多位的乡亲前往议会陈情，认为这项条例根本是侵害人民的权益，反而冲击到台南日能产业，要求议会撤销提案。对此，议会表示，经过内部协商以后，初步决定将会暂停讨论。台南市原丹区河顶人因为发起台南市设立地面型太阳光电设施的审查驻地条例引起关心。6号上午，这7个北门甲客家地区勇士户甲地主拢来到议会陈情，因手提支持中央热能政策。反对驻地条例等报条，认为市府经过多次的沟通审查，已经送往中央，证明多数场内地主甲渔民拢同意设立专区。质疑到底是谁咧反对？反而条例若一旦通过，所有热能的投资拢走了，因为咧生活不得不徛出来。我要反对这个自治条例呢，第一，伊内底有2条足无符合的条例，第一个就叫人文环境保护。那么这个人文环境保护，伊的的物件足广义啊，你无法度去界定什么叫人文环境的保护区嘛吼，这是第一。第二个叫做溯及既往，什么叫溯及既往？就是讲我法案通过的时阵，那么我伫建设的当中，市政府应该要甲伊拖倒来审查。那么审查过程当中，是毋是所有的投资者伊得惊嘛？伊免咧投资。我今仔一间厝起啊一半，你讲哎，我袂使去哦。咁世界上敢有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条例伫咱南部出管区嘉义、屏东。分林这个所在，因敢有这个条例无嘛？那么像台南市的议员，伊要来设这个条例，我嘛会当合理的怀疑啦，因另有所图啊，敢毋是安尼讲？虽然议员提出驻地条例联署，但毕竟议会是多数决，有在地议员支持驻地条例，会中某议员正在往反对出面小停热能。阮客家是地层下陷非常严重的所在啊。所以就是阮客家为做绿能专区啊，会当讲会当讲将荒废的土地活化起来啊。无你要讲话要收紧，根本相当伊无法度收紧，无法度领到政府的补助。安尼政府的补助是一年1分3500，佮扣掉咧，敢嘛剩3000。种绿能会当来活化土地，会当讲伊真咧收，因真咧承租，头。1分地头40万啦，我话我厂商嘛拢入来，不管是土地，收购还是承租，拢大量投资啊。我希望你议会，就是讲让投资者以中央的政策法令咧申请，你议会袂当去抢啊着投资者，因为你真啊议会你办这个法令，人投资者啥物人敢会投资啊？为了安大乡亲的情绪，特别阁是落雨天，会中议会由无党联名总召林养义、民进党团书记长刘美山以及议员蔡秋兰代表接下陈情书。我是迄个无党联名总召啦吼，我若是迄个建设委员会的召集人，所以呢，议长今仔日无来，我代表议会，我做召集人接受恁的陈情案。等下呢，恁甲派10个代表吼，恁10个代表就是养殖业，甲土地地主，来入来阮的迄个简报室，做一个简报吼，剩的人大家歇困好，安尼好唔好？台南沿海区域的土地如何活化，如何伫偏远的勇士地来发展热能？地方认为，议员立场应该是监督未来光电厂商临时设立驻地条例来动地方发展。台新闻军志林跟采访报道。
台南市为了鼓励健康的老大人投入志工服务，上午特别成立欧阳中青志工团，市长黄伟哲到场以一体志工团授旗，同时嘛强调，台南就是志工城，邀请长辈行出户外，加入志工的行列。来自全市27区超过65岁中青志工团，上午这些代表拢组织伫市府，无因为年岁济，规工就伫厝内，你是行出户外，宣誓要用因的热情来持续服务社会，场面相当热闹壮观。会中每一个团队嘛以接受市长黄伟哲授旗，要互号称上少年的欧阳志工团正式成立。市长借此鼓励更较侪资深长辈加入志工行列，让台南成为名副其实的志工城。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么多个宝贝，因为他们都是人生经历、阅历很丰富。那在超过65岁以后还愿意当志工，很多人都退休在家含饴弄孙去游山玩水的时候，他愿意把时间奉献出来当志工，这就是让我们特别感佩的地方。其中还有3位90岁以上。那我们的志工，我们觉得这个人家说人生70才开始，90才刚刚好，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当志工是不分年龄的。我们有非常非常小的，念国小就开始做环保回收志工，就开始在学校做垃圾分类，然后这个也有这个90岁在做很多志工，所以说台南市是个志工的城市，真的一点都不为过。说台湾是个志工的社会，其实也是恰如其分。因此，我们觉得其实要发挥志工精神就不分年龄，因此我们特别成立长青志工协会，就是欧样。我们希望说有更多我们的长辈能够在这个很快乐的退休，或是说离开职场之后，还能够发挥志工精神，而且希望说借着欧样志工队27个欧样志工队来鼓励更多的我们资深长辈的加入跟参与。虽然目前全市各区并无全部拢成立，不过市长嘛强调会持续透过社政甲民政单位来鼓舞烧招。而咱年可贵是会长也有3位90岁长辈一定伫社区持续服务。从少年我食头路退休，我会无聊，我就去社工做志工，一直做了有趣味，我开始一直做到今做15个活动啊。特别咧服务啥物？我是去洗野站，咧量洗野，头仔伫阮里长兜，就先闲吼，家己一个住厝里无聊，出来做志工，大家有话通讲吼，安尼较热闹。志工精神本来就是无分年龄，看到这么侪资深志工活力，嘛邀请更较侪人做活动行出来。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甲知名网咖频道合作，要邀请大家对着探险活宝的老皮甲阿宝到安平树屋佚佗，而且参加的民众只要伫台南20个知名景点打卡，阁有机会抽电动机车等等大奖。虽然拄好落雨，阁足寒，不过当探险活宝的阿宝老皮出现伫安平树屋，活泼的气氛融入起来。今年台南市政府结合交通部观光局的扩大秋冬旅游奖励计划，特别甲卡通频道合作，就伫12月最后补助，除了要邀请全国民众来安平树屋探险，也伫台南20位知名景点设立打卡点。这回对着2位古锥的网咖人物来设台南，会中市长黄伟哲嘛来到现场，用趣味拔剑的启动，向前12月7号开始，每礼拜6、礼拜精彩活动正式揭开序幕。一群拔剑，哎，我们市长也很会做效果哎，配合着阿宝老皮一起来一个卡通的桥段了，哇！我们的宝剑拔出来了，代表了我们的探险活宝冬季冒险，明天就是要正式的来展开冒险。我们今年的这个安平观光，事实上也加入了新的元素，也就是讲把卡通人物给放进来，所以更欢迎许多的小朋友更欢迎许多看不管是泡泡糖公主或是阿宝老皮等等的喜欢卡通人物的小朋友一起来安平。安平树屋虽然是一个老的小镇但是事实上有许多新的元素。那每个地方都有值得探险冒险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值得你去发掘的这个新景点。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安平树屋。你看呢，这里一砖一瓦一棵树，
每一棵树都有它的历史跟故事，所以它不但有过去开台这个之先的这个安平古堡啦，也有许多适合年轻人一起来，尤其适合小朋友一起来的这个安平书。老皮跟阿宝等着你，欢迎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安平虽然充满文化古迹，不过这回有望甲人物来访，嘛互安平加添活泼甲趣味气氛。欢迎全家大小拢做回来台南佚佗。台新闻军自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立射击场因为设备破旧，造成真侪选手被逼到外县市做训练。台南市射击委员会向议员李启维甲吕维印申请，6号递交陈情书予教育局长，要求改善设备以外，嘛要增加室内空气清的射击场。画面当中看到就是现在台南市立射击场，这个场地因为设备老旧，当时有漏水甲机器歹调状况，互选手无法度伫遐好好训练。加上体育园区内面原本的室内射击场，佮因为土地属于国有财产局来拆除，所以互台南市射击委员会找到议员吕维印甲李克伟申请，希望改善这个状况。虽然我们在这一次奥运里面取得多张的这个门票，但是我们台南市涉及的一个环境的这个设备跟设施其实是相当严重不足，无法跟国际接轨。其实连最基础的一些这个设施比方说这个我们的靶场其实都还会漏水逢雨必漏。那我们的这个飞靶的这个靶机其实也坏了10几台，然后它使用年限都已经超过30年了。另外还包括我们的室内这个空气枪射击的一个部分。那之前因为跟国有财产局的一个土地上的一个纷争，所以已经这个拆除，那变成我们根本没有这个空气枪的靶场可以去做使用。像刚才会中也有一位这次的全运会的全国定向射击冠军的选手，那他其实是在台南没有办法练习，他都必须去远赴去其他的县市，比方说像台北才有办法去得到充分的一个练习。那另外最严重的是弹药库的问题，那弹药库不止这个本身是漏水的，那另外还需要这个24小时有专人来看管。那之前也有发生过有人这个入侵取走这个枪药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更应该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跟民众的安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希望体育处、教育局应该要立即争取经费来改善这来确保民众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以外，也可以为我们的基层选手能够做充分的一个准备。其实这个之前我在议会也有咨询过这个公部门我们可以来克服的因为这个国有财产所的土地这政府都要来协调来处理况且那个靶场已经行之多年就因为这一些简单的因素就整个把它废除掉实在是相当的一个可惜射击这个项目也很适合我们台湾这个东方发展所以这个政府应该要来积极重视现在他们有争取中央的前瞻的预算要来做个处理会中台南市射击委员会马地议员吕维印的见证，将陈情书交予教育局长陈新辉。局长也表示，将要求体育处向中央争取相关的经费。体育处处长嘛，伊会提出协会建议。处长强调，漏水甲破损等较小规模部分会优先编列经费改善，互选手一个好的练习场地。大家都很聚焦在，我们之前是有一个空气枪的室内靶场，那因为之前这个室内靶场它有一个土地产权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之前已经拆除掉，那大家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能不能跟国有财产局来争取无偿拨用，然后再来跟体育署争取经费来做一个新建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体育署也会来做最大的努力。目前的话就是有漏水的部分我们会优先的处理，然后整个一个枪械的管理我们也会优先的来注意。这个部分应该以目前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消委会主委蔡月勋表示，如果市府无早一天改善现在状况，未来不止训练上有断层，嘛将无法度将人才继续留伫台南。希望市府赶紧来处理。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叶坤杰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热能科技产业推动中心联合国家实验研究院、甲工业技术研究院，伫6号举办沙仑智慧热能科学城联合推广说明会，介绍科学城的整体规划，希望会当串联产业甲学术研发的资源。沙仑智慧热能科学城是政府5+2产业创新计划中的一环，以节能、储能、创能以及系统整合为4大主轴。建立一座智慧生态城，尽力发展成为热能科技产业聚落。其中，热能科技联合研究中心由科技部国研院规划建造，以建立热能科技研发平台，引进学界、法人单位、政治为主要任务。预计伫咧2020年第4季开始营运。沙仑这个绿能科学城呢，其实我是记忆非常深刻啊。差不多4、5年前，蔡总统在这个竞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新经建智库就已经想到这一块地方。那个时候，我们从这个北到南，那我们不是有5+2产业创新吗？那从这个亚洲矽谷、生医，还有这个绿能，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选说绿能要放在哪里。那个时候我们在里面讨论的时候呢，觉得说，台南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阳光，那也有很多这个光电的产业在这边。那我们也注意到沙仑那边有交大的光电学院，在那边孤零零的站了10年，整片就只有它一栋大楼。那个选完以后呢，其实就是我们在2016、520之后就开始来筹备。再生能源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有间歇性。它有间歇性的能源，就是要透过调度，来满足供需双方。那在调度这一个面向上面，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开始逐步的建构我们的智慧电网。电网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存在，但关键是怎么样让它智慧化。坦白说，我们会在用户端甚至发电端装非常多的智慧电表。我们会开始增加我们的末梢神经的反应能力。那汇集进来的资讯，
我们最少有2个重要的问题，必须要在研发上投入更大的努力。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开始收集天气资料，因为再生能源有一些发电是跟天气状况有关，以及我们的用电的 pattern， 去让它能够互相的 match。这场联合推广说明会，除了介绍沙仑智慧热能科学城专区现况以及热能科技研究发展目标以外，台南市副市长王思思嘛向大家推荐，台南不但是台湾能源转型发展的重点，也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工业园区而已。大家知道它在高铁边，大家都说啊这好好，交通位置好便利。但对台南市，我们就你会不会很便利，然后你就来了，然后就走了呢？那对台南市来说，我们希望用各种方法留住这些人，希望你在这里就跟台南市的其他区域一样，再到这里你可以享受的是台南的生活，而不仅是在这里工作。台南，我想最大的优势就是，大概所有来过台南都会惊讶的是，台南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沙仑智慧热能科学城位伫咧高铁台南站特定区，交通便利，而且同时拥有国研院技术研发潜力，以及工研院市场化实力。透过2间国家级的科研单位加持，配合科学城推动的智慧专案计划，沙仑智慧热能科学城有信心，将成为国内强化能源安全、创新绿色经济以及促进环境永续的推动者。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艺术家蔡新荣过去介用风景作为创作的主题，不过这几年来，则是透过画作来探讨心灵。这届甲安平在地艺农合作举办夏毛在100%的幸福个展，要互参观的民众感受到幸福。艺术家蔡新荣经过3档以后，再次推出个人的画展。这摆甲安平在地艺农单局人文合作，以夏毛在100%幸福作为主题，展现艺术家透过画作来呈现心灵层面的探索。蔡新荣表示，这作品就是伊咧找找家己内心所反映出来的作品，伊嘛希望民众会当透过这个画作感受到幸福。一直以来，就是我一直以探索心灵为我的创作主题。那因为探索心灵本身就是人生蛮困难的一个、蛮深奥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要想说要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快乐嘛。那在让自己变得快乐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在探索的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说有很多很多可以去思考的部分。那像是我的创作就跟我探索的这个过程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在心理学里面就是称为自我觉察。这个过程呢，我会将我的情绪，然后我的感受，我每一天的心情，把它化为图像。那我化为这样一张一张的作品，这个图像，那其实就是我的潜意识，我想传达给大家的，它是一个蛮快乐的一个，还有蛮正向的，然后也想要让大家感受到幸福的感觉。也许在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那我们都可以用一个很正向的方式去度过难关。所以在这次的主题夏毛在100%的幸福，就是想要传达大家说，我们提醒大家这样的一个幸福感。除了这个夏毛在100%幸福个展以外，在4月开始嘛将举办另外一个展览，或者祈求祝福旅程，让更较侪民众会当欣赏到艺术家精彩作品。蔡新荣已经经过3年的沉潜哈，特别是在心灵上，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跟提升哈。那我想也表现在他3年后这一次的一个画展，而且一推出就是两个画展。那我们在单局人文安平路单局人文的这样的一个画廊，呈现的是兴隆的夏毛在100%的幸福，是因为我们取材兴隆的这样的一件
相貌100%的幸福这样的一个心灵探索的一个非常缤纷、非常有激励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在我们另外一个展览，是在祈求祝福的旅程这样的一个展览，我们也看到了欣荣另外一个很活泼非常丰富的系列。这个个人的展览将展出到1月20号，对艺术创作有兴趣民众嘛千万唔通错过这个难得的展览，共同的透过画作了解心灵。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节份的天气，温度15度到20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是10级。感谢你收看12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